来关心美中贸易战带动供应链衰微，咱经济部就表示，最近这几档咱台湾对东协的投资有明显的增加。亲像今年顶半年，咱台湾对东协的投资金额就美金20亿，这嘛是30档来头一届超过对中国的投资，已经争做咱对外投资的第一名。美中贸易战带动全球供应链大移转，也改变台商投资行为。根据经济部最新统计，加今年顶半年，台湾对东协的投资金额是20亿美金，超过中国大陆，已经将做咱对外投资地区的头一位。也若咱国预算对中国的投资金额，对2020年、2021年的59亿美金顶下啊，到今年的顶半年，敢若剩19亿美金。这供应链移转了，像一些手机组装大厂也配合美国的要求嘛，资讯产品、电脑那部分，纺织本来就是长期就在那边布局。虽说咱国对东协投资行业是真多元，不过也是以制造业为主，占将近40%。再来是金融保险业占23.5%，批发零售业占22.3%。这间国际物流公司更加在40多年前，中美贸易战开战进前就去东协设立据点。生产力其实应该都是在几百位以上的部分，因为我们都是使用 local hire。学者讲，东协近年来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加转型，投资产业已经对早期的农业、劳力密集的做鞋啊、成衣、食品加工、家具、脚踏车，到几年前开始有一寡资本密集，也是讲技术密集的产业，包含电子 ICT、电动车等，拢将是东协新兴起的产业。电子资通讯的产业啊，等等，过去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，包括这个越南哈，包括印度啊，那另外有一些大厂在马来西亚等等，这几年要不然就是新增加建厂，要不然就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去大量的这个扩充。不过，学者也讲，虽然世界各国倾向科学性的供应链，生产基地无放伫同一个国家，而且东协国家伫几年来快速吸收真侪外资，也不过这个国家的政治变化、政策无稳定性也提悬，尤其是今年以来陆续出现的欠工人，也有限电这个问题，拢互这个投资环境存在真侪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